在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呢，他是一位全方位的音乐人。怎么说呢？因为他可以说是影视歌三栖。他一开始呢，他是歌手，然后他演了电影，又演了电视剧，而且很特别的是，他还出自己的写真书，所以真的是一位全方位的歌手。而且在他2015年的专辑当中呢，甚至也为自己量身打造了2首歌曲的创作。这位全方位的音乐人，他是黄文星，曾经获得超级偶像第1届的亚军。那也同时呢，他的首张台语专辑呢，就获得第22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真的是相当的厉害。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音乐故事岛呢，听他也跟我们分享这一次带来的新专辑，专辑主题名称叫做愈行愈勇。我相信这一个名字呢，对于很多现在正在逆境中努力挣扎的人来说呢，其实相当具有鼓励意义的。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都应该要愈行愈勇。现在就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岛。今天来到我们音乐故事岛的这一位呢，我刚才有介绍过的，可以说是影视歌三栖，而且还是一位作者，有出过一本自己的书的这位全方位的艺人黄文星。 Hello， 你好。 Hello， 美贤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第一次听到文星唱现场呢，是在那个台语新浪潮的活动中呢。那时候只有听到他唱2首歌，而且是属于自己的台语创作，然后我就觉得惊为天人。因为我觉得这种声音呢，它蛮有张力的，很有弹性，可以诠释很都会的台语情歌，但是呢，绝对也可以诠释非常具有爆发力的歌曲。那这一次的专辑名称叫做愈行愈勇，听起来是非常的飘配的一种主题，感觉起来非常狂野。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来问一下文星，因为听说你其实在制作的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会议，其实你都是有参加的，所以你是全程就是都有参与到。当然你一定也有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来，来说说看为什么你们要定下这个主题好不好？当初在收歌的时候，我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收歌。那坦白说，收起来的这些歌曲呢，一开始其实有时候有些歌并不是很理想啦。那当然这个是要归功于就是编曲部分，然后还有制作老师部分。那制作老师这一次找了这个方炯斌，还有那个他弟弟方炯嘉，对，然后还有一些音乐创作人啊，来参与这一次的制作过程。那我是有表达出我的意见，就是说我希望这张台语歌曲，因为距离我发上一张的台语专辑好像蛮久了，很久了，6年前了，2010年那时候天地。那到现在我有跟他们说，这么久没发，我希望出来的东西呢，可以让我的一些歌迷呢耳目一新，对，为之一亮这样，然后也是可以接受了。因为怎么讲，我觉得现在台语其实市场比较气氛比较低迷一点啊，而且甚至有点萎缩了。那这一块，那其实我还蛮担心的。所以看着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记得好像在国高中时期，那时候台语跟国语的水平还差不多。没错。对，然后谁知道20-30年后，国语它的变化既然有这么大，甚至走到全亚洲，甚至快走到国际。那我觉得台语还一直不断局限在我们台湾，甚至顶多只是到内地的沿海地区。那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我觉得音乐是无国界的啦。那比如说像这几年比较流行的韩国音乐，我觉得韩国音乐其实我们也听不懂它的字在表达什么，是啊，只是他们的音乐真的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强大。那我觉得这一块我们台语也可以去做。
而不是说单单只有做我们比较属于演歌式的台语，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听台语的人还是喜欢听演歌式的台语，那我觉得你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觉得演歌式的台语太多人做，它不像为什么我会举例国语，是因为国语它有多方向，可是它又是很多区块，它不是说我可能100个人永远就只有1个人做不一样的事，我99个人都做同样的事，他们是可能30个人做另外一种类型的曲风，30个人又另外30个人做比如说30个人做 rock，30个人做 hip hop，30个人呢做英式摇滚，我觉得他们是很多彩多姿。反观就是我们台语，它音乐好像就是比较就是一个好像就是只有一个很单独性的一个样貌而已，所以做这一块，我希望台语它可以多样化。然后呢，刚好收的歌曲呢，有收到《越走越勇》这一首歌，然后我们就定了一个主题，因为我们里面很多歌的歌词都是比较励志性的，没错比如说在事业上然后感情上受挫，我们希望都可以越走越勇这样。我从这边可以听到，其实这一次6年后，虽然上一张专辑离现在不远，可是上一张其实是以国语为主的专辑，国语为主，对。那好不容易终于继上一次获得金曲奖的台语专辑之后，又出了第2张。是。那这一张专辑的话，除了你加入了你自己希望的概念之外，我相信方炯斌和方炯嘉的加入，其实对于这张专辑的加分是相当多的。也我想说，我先来放一下放专辑里面的第1首歌曲，然后呢，请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位老师，可能他们带给这张专辑啊什么样的巧思，或者是让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我们先来听专辑的第1首歌，这首歌其实也很有黄文兴的味道，这首歌叫做《走自己的路》，加加给喽。名叫做梦的行李，要失点有真多青红灯的城市，看不清的未来到何时流浪脚步才会停，可会记对你讲过春暖花开时要回去。上山无法度想着当初，将你予我的爱，答应你继续保持初心要如何？因你啦，替我洗净沧桑苦楚，无论如何，我会行家己的路。叫做梦的行李，要失点有真多青红灯的城市，看不清的未来到何时流浪脚步才会停，可会记对你讲过春暖花开时要回去。我会行家
大家听到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摇滚的感觉。那文心自己说是有一点点科幻、奇幻的感觉。对。那这首歌的制作人就是刚才3位制作人当中的有一位方炯斌。那我想到方炯斌的时候呢，我想到就是他有跟那个二姐江蕙一起合唱过那个《柠檬爱玉》。是，对，没错。他的歌声其实也很有辨识度，但是想不到他在制作上也有一些长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方炯斌还有他的兄弟方炯嘉吗？这2个是兄弟，就是应该是说这2个兄弟的个性完全不一样，然后做的东西也比较完全不一样。那方炯斌，在我跟他合作过程，方炯斌跟方炯嘉，方炯斌他就会比较是会想要做一些不一样、比较奇特的东西。那方炯嘉他在情歌这一块，比如说情歌这一块，他当然也是会做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啊。当然在情歌这一块，他做的他就会比较往古典一点，就是不会太过的感觉。那方炯斌的话，他做了一些东西，他会比较朝新一点，甚至特殊一点。那比如像这一首刚才我们听到走自己的路嘛，那个他这首歌是当初在做的时候，他们一直想说，已经有撸假撸用了，那想要再做一首摇滚，那他不知道，因为撸假撸用已经做比较励志一点的，那我们还要再做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一样也是 rock， 但是那个方向要不同。我说那不然我就给他听几个那个歌曲的范本，就是听亮哥的啦。为什么会听亮？因为喜欢布袋戏。对，因为我是，其实我也是亮哥的粉丝啊。那我也是霹雳迷嘛。那我爱看布袋戏，大家也知道。那因为看布袋戏也是因为听到亮哥的音乐作品跟他的歌声，然后被他吸引了，一直到现在。那他有很多布袋戏的词曲的歌曲，我觉得都颠覆了以往布袋戏的一些传统歌曲的我们的一些认知，然后它变得非常的流行，变得它非常的科幻，非常的天马行空。那所以我就给他听了一些亮哥的一些歌曲的范本让他听。我说要不然这样，我说老师你就照着用一些比较科幻一点的感觉，然后天马行空的感觉去做这首歌曲。那他就想说好，给他一些时间。我记得他这首歌做了快1个多月，1-2个月啦。对，应该是史上最长。如果撇开说我们用收些歌的话，他用做歌的话，他这首歌做的蛮长，而且他是我录完了哦，他还在咪东西，他还在加一些乐器，加一些音效进去。他不是说他已经先，如果有从事这一方面的人，应该都知道说，其实歌曲大部分都是已经做好了、编好了，我们再去唱。可是他是做好一个，等于说范本，然后先给我唱完了之后，再依据你的 vocal 去加东西上去。对，他就是一直加。他这首歌好像咪到后来那个鸦片工厂在那边赶了，说你们到底用好了没？对，他咪好不快，应该咪1个多礼拜。在那边咪，然后咪很久。可是我觉得那个听起来的作品，我就觉得不一样，就是非常有层次，而且它中间有一些 rock 的，然后会跟一些古典乐的东西交杂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而且就是认识我的就是知道我的粉丝啊，然后他一听都觉得说这首歌有点像布袋戏歌曲的感觉这样。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就会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想到某首亮哥唱过的那个布袋戏的主题曲，其实那个素材和旋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但是你就是会想到，对，那个 melody 那个感觉，你就会想到是有点趋向说，很像那种霹雳布袋戏他们那种布袋戏歌曲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
想要来尝试一下这种感觉。对，因为你知道我天地我有唱一首歌叫《绝世英雄》嘛，这也是比较像布袋戏的歌曲，可是它就是很传统的布袋戏歌曲。可是我说我这一首，我希望它是以一个布袋戏为架构，但是它要再更天马行空，再更科幻一点，然后你的歌词不要是布袋戏的歌，是还是一样写里面我们生活上的一些歌词的字句，这样下去填词填写这样。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都没有说，亮哥其实就是来过我们节目的那个荒山亮。对于所有在看霹雳布袋戏的人而言，就是讲到他，然后嘴巴就停不了，因为呢，霹雳布袋戏的歌是因为有亮哥之后有一个很大要进，就是在整个发展上和质量上呢，就是整个会变得非常丰富。当然还有那个阿伦姐，其实她也是创作了很多不错的布袋戏。我决定下一次来好好的介绍一下一些布袋戏的剧集，来推荐一下亮哥的太极拳，真的是不错听。太极拳他好多什么那个寰宇传说啦。什么有就是还有那个什么行那个行各地都来行，就是对啊，那个我觉得都好多经典歌曲。其实我最早听的是《英雄无名》嘛，是的，然后后来还有就是那个梦醒江湖啊，还有烟茫茫那些。对，我们那个超经典的，如果再讲下去会变成布袋戏的专辑。对，我们那个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啊，我要放一首绝对不会让你想起布袋戏的黄文兴的情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黄文兴，那么带来的专辑的名字叫做《路行路用》。刚才听到文兴充满爆发力的歌声，而且有布袋戏剧集的感觉。现在我来介绍的这首歌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曲呢其实是曾经来过我们节目中的北京的创作歌手高登所写的。那这个配上台语词，其实让台语歌有另外一种非常不同的风情。这首歌叫做《牵手的幸福》，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阵西北雨，落伫稀里的下晡，因为想起咱的感情路。虽然爱有酸有苦，有你我就感觉快乐，只有你是我不茫的幸福。行过酸冷雨，想起甜蜜的当初，甲你约束，行未来的路。心有我坚定，甲你保护甲照顾，只有你是我奋斗的力量。甘露，行过酸冷雨，想起甜蜜的当初，甲你约束，行未来的路。心有我坚定，甲你保护甲照顾。只有你是我奋斗的力量，秘密前路是咱一生牵手的幸福，用心甲你疼惜，只要两人心相爱，
永远同心行甘路。听完了这首《看秋的幸福》，我们要请文心来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非常可以当做是他的写照。他现在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还请文心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给你的感觉。其实这首歌我是觉得啦，就是他是比较幸福，他其实跟天地那时候的那种感觉会比较类似啊。那其实我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其实台语大家都爱唱悲歌嘛，可是我很奇怪，我唱台语我就很喜欢唱比较爆发力。那情歌的话，我喜欢比较唱抒情一点，然后甚至比较甜蜜一点。甜蜜的，因为我觉得这种歌曲会让人家心情比较好啦，但是相对的，它会比较难去诠释。因为悲情你把情绪放出来就好了嘛，你把很歇斯底里的情绪放出来。可是甜蜜的歌你不能太歇斯底里去唱这首歌，你知道吗？你要每个字句你要唱的是很有甜蜜的口气，然后很温馨，时而温馨，时而就是有点小小的苦涩这样。那其实坦白讲，这首《牵手的幸福》呢，我还唱蛮久的。然后因为配唱人是制作老师是方炯斌，要求很严格吗？对，他这首歌我来来回回这样我就录了大概5-6次了，然后一次都是8个小时。哇，天哪！真的，一次都是8个小时，因为可能我声音比较特别，我要暖嗓哦，我大概要1-2个小时之后才能暖嗓。那后续这样一直唱，唱了，我记得有一次多严格呢，我现在就讲给大家听，就是他的严格方式，就是他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应该是说每一个句里面的每一个字的表情都要非常的完美哦，非常的满。对，那因为像我们唱歌有时候会把重点挑几个字，没错，对，然后剩下其他的字就大概一句里面啊，比如说一句里面10个字好，5个字好了，那我们可能会挑2个字，他的表情做的比较足一点，轻重音比较重一点，那剩下可能会轻一点，那表情就是不要做的太满。可是他是每个字表情都要做满，然后那个做满又不能太过，哇塞，这个是什么逻辑？我神的那个逻辑我也悟不出来。其实当下我在那时候唱的时候，我已经唱到我曾经为了一个字，就是眼望看心嘎嘎嘎咯，眼望这2个字，我就唱了120几个音轨啊！哇，眼望哦，他说眼望，可是他又不能让眼望那个那个鼻音太重，我说我靠。这要哇塞，这要怎么唱啊？我整个都，我已经唱到后来，我说老师，我先坐一下。然后因为那个录音室里面有一个小板凳嘛，我就坐着，我就想一下，想，好，我们再来。我已经用了所有的不一样的共鸣去诠释。那用到后来，我都觉得说我唱的每一句，好像几乎都差不多。那我都听不出来，可是他的耳朵真的非常的厉害，他可以听出每一个句、每一个字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噼里啪啦也是终于跟到后面把它唱完了。然后有一天，那个唱片公司的主管呢就跟我说：“阿斌剪那个牵手的幸福哦，他因为后面要进入剪接嘛，他剪了3天3夜都没睡觉。”我说：“废话，他录了1000多个音轨，你觉得他有办法睡吗？他1000多个音轨要在那边剪，他有办法睡吗？”他当然没办法睡。我觉得这个有一种那个瞬间觉得有得到复仇的快感。好，但是呢，老师会要求这么多，当然是因为你可能可以给他100个
100个不同的共鸣，然后呢，是啊然后他觉得你还是有可能有第101个，所以他才一直要求。通常制作人对于就是真的炸不出东西来的，就是会放弃嘛。对，就是会放弃。他就是觉得你炸得出来，他又比较那个，就是要求完美，就这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循环。但是好在最后还是出来了，真的。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录到我快上吊了，我真的那个板子歌词板遮着嘛，然后我已经唱到本来那个表情是很甜蜜的，已经唱到整个都皱眉头了，然后我的手就一直摸着我的我的那个两个眉毛的那个中间那个纠结的地方，这样一直摸，然后一直想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到底要唱多久？到底要怎么唱才可以符合他的标准，他想要的东西？那时候真的很想撞墙，很想，如果身上有一把刀，我应该会拿刀自己切腹自杀。真的啊，那个真的唱到你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不会唱啊？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这样就遇到瓶颈。可是呢，我后来听了剪出来的成品，我真的有吓到。非常满意吗？也不能说非常满意啦，因为我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没有唱得很完全。那可是老师帮我做的一些处理也做得很好，然后找了非常多的字句去剪，然后我刚才说了1000多个音轨嘛，你看每一遍1000多遍，让他去剪，这样对，让他去剪，他剪得出来的东西让我觉得真的是比较细腻。而且前阵子我上了萧煌奇老师的电视节目，他也是有说，就是哇，那个牵手的幸福真的唱得好细腻。我说哇，谢谢老师的那就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这样。对啊，所以其实这首歌跟《Gaya Gadielo》一样，这2首都是他做的，所以这2首都录得非常的辛苦。我们来听，接下来听呢，在专辑当中其实是有一首歌跟其他的歌比较不一样，就是它比较传统。但是呢，传统的东西呢，黄文兴怎么诠释？我刚才为什么会说，那是因为你还可以被炸出来，所以他才一直炸你。因为你听到这一首《恋名》啊，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非常口气的东西。不愧是演过戏剧、演过电影的人，真的就是不一样。我们来听这首歌，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来聊一下。我一直很好奇的就是文兴有写过一本旅游写真书的事情。无时无刻想起你的名，阮的心这你敢会知影？虽然有缘无分来将咱拆散，但是爱情哪会讲煞就煞？我知你有离开的苦衷。若是继续相爱，只有是痛苦。但亲爱你的我，放你自由去飞，面对孤单我搁看袂开。为什么我搁放袂落你啊？为什么一段情会结束这歹看？你已经离开，我嘛拢知影，还搁要管是一个人生活。你伫我头，敢有想苦想寒？敢有像我爱你的人照顾你啊？若有一天你拄着拖磨人生路歹行，希望你知有我伫这。
种爱只有是痛苦。但亲爱你的我，望你自由去飞，面对孤单我搁看袂开，为什么我搁放袂落你啊？为什么一段情的结束这歹看？你已经离开，我拢知影。搁要怨是一个人谁忘？你离我头，敢有想苦想寒？敢有像我爱你的人找无你啊？若有一天你拄着拖我人生路歹行，希望你知有我伫这。若有一天你拄着拖我人生路歹行，希望你知有我伫这。无时无刻想起你的名，阮的心这里卡会知影。刚才因为跟我们的来宾黄文兴聊着最喜欢的霹雳，所以有点语无伦次。我下一次真的要做一集，就是全部都是霹雳的剧集给大家听。但是我们现在要聊聊黄文兴的另外一个得意之作，就是呢，我觉得好特别哦，就是你居然会想要出那种写真书。我们看从这本写真书呢，可以感觉得出来说，文兴是一个很喜欢拍拍照，很喜欢旅游，同时非常爱乡的人，吃吃喝喝啦，就是其实就觉得自己是屏东小孩，屏东，然后想要介绍一些屏东知名的好吃的东西给大家，这样。还有高雄，所以其实它的路线就是大概分成，就是有一些是对你比较重要的人，因为人而迁出的地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私房路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当时出这本那个高雄哦都水的那种，为什么会这样出？你知道吗？因为主要是哦都水的话。他是配合我那时候发的一张 EP 里面的一首歌《哦都水》嘛。那这样还要再讲，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 Auto Suite 出现呢？因为我现在都是开车，可是在我没有车子的时候，其实我非常喜欢骑摩托车。对，然后很喜欢骑着摩托车四处拍拍照，然后吃美食。因为我都有时候我朋友就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不会坐捷运了，还是你就坐公车就好？你干嘛要把自己累死？我说追风的感觉。对啊，我说我们想停下来，然后歇个脚，然后喝个饮料，然后看看四处的美景。我觉得只有摩托车或者是比较行动一点的交通工具才做得到。那你捷运你又不可能说，那个司机我想要在这边下，我想要在这边停，不可能嘛。公车也一样嘛。可是唯独我觉得就是摩托车它是比较机动性，而且它又比汽车还方便，就是它好停车。然后也好进入比较。比如说有些巷子车子进不去，可是摩托车它就可以进去。那我还有就是，我觉得骑摩托车很像有一点那种兜风的感觉。那种迎面着那种吹来的风，徐徐的风。当然现在那种大热天啊，是没有什么徐徐的风，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其实非常春天跟秋天的时候，其实非常的舒服。那我记得我还做过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我好像有一次我跟我老婆，然后我想说，因为我爱骑摩托车，不是只有这样子，我很喜欢骑到很远的地方，你什么桃园啊，甚至快到新竹我都快骑过，然后我骑最远是从这边骑到宜兰，哇！天哪！人家那时候汽车都过那个隧道，我是没过，我是摩托车没办法嘛，没办法，摩托车就是两个选择，滨海公路，要不然就是9弯18拐。摩托车可以上9弯18拐啊？有，我真的上9弯18拐。天哪！我真的然后骑了6个小时，哇塞！然后到那边，然后那个屁股真的都快，那个都快爬不起来，都没有办法坐。
那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然后隔天就回来哦，隔天就骑了摩托车从滨海公路，因为后来我老婆就是她朋友跟她讲说，你不要骑928卡，因为很危险。于是我们隔天早上我们就骑了摩托车从滨海公路沿着那个滨海公路这样接到，我记得接到基隆，然后再接回来这样。也是骑了5-6个小时，可是沿途在可以看看海的风景，然后拍拍照。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历程。但是呢，你如果再问我还会不会再做一次，我会跟你说不可能，因为年纪有了，二来就是你知道有汽车这么方便的东西，你就有很多东西都是回不去的，你知道吗？对，都是回不去的。一旦你有了汽车，坐上了汽车，你可以遮风避雨，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吹冷气，就回不去了。那你现在摩托车，你又不能遮风避雨，又没有冷气可以吹，其实是还蛮煎熬的一件事。所以我还蛮佩服我那时候的自己。那讲到这个，所以公司也知道说我很爱骑的摩托车拍拍照。后来才就是，然后你又有发了一首叫做《Odo Sui》的这个歌曲。好，那我们来做一个就是比较不一样，就是旅游写真书。然后你想一下，你有没有想要介绍的你自己家乡的一些屏东家乡，甚至高雄有没有你觉得好吃的好玩的东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请难得有那个屏东人可以好好介绍一下。我们高雄其实蛮多人都常常去高雄，而且高雄现在已经非常观光了。就是那屏东呢，通常会去屏东的人都是为了去恒春，我指的是一般的游客。对。但是呢，你一定要帮那个屏东除了恒春以外的人发声一下。屏东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比如说像东港那边，它就有那个你知道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樱花虾哦，东港还有肉桂，那个叫什么的？应该霸丸霸桂，对啊，有霸丸有霸桂，对，那个都是名产，而且它还有那个里面有一个叫华侨夜市，华侨市场里面都是卖鱼，你要买新鲜的海产，直接去里面，你都可以任君挑选啊。然后甚至你到鲔鱼季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因为我们正常吃的鲔鱼大概就是红色的肉一片嘛，对。可是你去华侨市场，你去里面看的时候，你会看见它的还有那种鲔鱼肉，它的油花长得很像牛肉的油花，然后你看到你会觉得这是什么？你看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在吞口水？你会觉得说哇，怎么有那么漂亮的油花？但是它是鲔鱼，就是它腹部的部分，然后你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其实生长在屏东这个地方也是蛮幸福的。你看东港那边就很多那个鱼市场，可以买到你新鲜的海产，你想吃的东西。然后像潮州的部分，屏东潮州就是我里面有介绍炒龟啊，叉龟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叉龟不是就是正常炒板条，其实不是，它就是一个板条，然后里面加了很多就是红橘酱之类的东西，然后炒成看起来就红彤彤的这样。它吃起来就是我觉得就是还蛮好吃的这样。对，下一次发你来，直接一集都全部在讲游山玩水、吃喝玩乐。还有像熊连冰，大家应该也都知道。熊连冰我也好喜欢。对，超好吃的。对啊，所以其实除了大家参加那个就是垦丁的春娜以外，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东港的小市场啊。不过东港它现在也很繁华了啦，因为那里有小琉球，要去小琉球的码头，可以坐那个小艇，对。对，其实我那个今年才刚去过。真的吗？其实琉球那边还蛮漂亮的。小琉球千万要看好时间哦，绝对不能天气不好去，你会非常的失望。真的，因为那里都它的美丽就是来自于海，所以你一定要一个可以适合下水的
天气才可以去。对对对。对，那这本书呢，我相信也就是等于就是对文心来说呢，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啊，因为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景点啊，或者是你骑摩托车驰骋的路线，这个都是陪伴你成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写真书，大家可以看一下。高雄欧都水。那我们现在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啊，是黄文兴专辑当中的一首呢，我觉得也还蛮新颖的，有一点点 R&B 感觉的。这首歌叫做《陪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无时无刻拢安慰着你，过去的感情路上，我受过伤害，不愿多听一解，但命运的安排，咱两人的熟悉，你就是阮的爱，你的出现温暖阮心内，快乐悲伤，坚持阮的爱，不知未来是好也是歹，若有你一定精彩。你是 angel， 陪你阮世界，叫我离开孤单的未来。哪会这么幸运，会当予阮拄着你，将阮爱。一份情的存在，你值得阮等待。你的温柔已经贴在阮全部的爱。我的过去未来，只有你的存在，你就是阮全部的爱。过去的感情路上，我受过伤害，不愿多听一解，但命运的安排，咱两人的熟悉，你就是阮的爱，你的出现温暖阮心内，快乐悲伤，坚持阮的爱，不知未来是好也是歹，若有你一定精彩。你是 angel， 陪你阮世界，叫我离开孤单的未来。哪会这么幸运，会当予阮拄着你，将阮爱。哇哦，这首歌曲听起来也让人觉得有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是你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对不对？那个陪伴这首歌，陪伴。那这首歌是请那个制作人，就是请那个环球的音乐总监廖伟杰来帮我们制作。对，这首歌是有配唱制作的，很特别。为什么会这首歌这么特别呢？因为其实当初这首歌写出来，它是一首国语啦。那我是跟公司说，你想变成台语？对，我觉得国语太理所当然了，那比较没什么新意。那我觉得把它做成国语会比较不一样，而且因为它国语中间本来就有一段小小的 rap， 那我说我希望把它变成有点像应该是台语版那种周杰伦的那种早期周杰伦形态那种歌曲这样。哦，然后我说我们小小的去尝试一下，不要把它弄得太过或太过复杂，我们先轻轻的稍微把它就是稍微玩一下，稍微去变化一下，这样给他的感觉，所以大家会听到里面会有很多和声或者是叠音的部分，其实那都是我们开会所讨论出来，所以才请到廖伟杰来配，因为他是专门在配唱，像比如说像葛仲山啊这些比较R&B 比较 hip hop 的歌手，他其实都有在帮忙做这样，那所以才特别去邀请他过来参与这一次这张专辑里面这一首陪伴这样。哇，
我真的这首歌感觉起来，就是跟很多的台语歌很不一样。就像我那时候也有想说，这首歌真的好国语歌的感觉，可是用台语歌唱起来，其实也还蛮顺的。对，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其实台语歌它是可以多彩多姿，它是可以多种样貌的，只是我觉得可能少部分人在做。那甚至就是可能有在做，他不是线上歌手，那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让人家听到，他们没有像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有可以上电视去宣传，然后上电台，可能比较鲜少人可以知道这些音乐人的作品。当然，我们身为一个线上歌手，我觉得而且台语其实它就是我的母语，我觉得我更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去把它这些新台语的部分推广出来给大家听，这样。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台语歌，所有发展台语歌，然后立志要唱台语歌的歌手们呢，你们可能会受到很多环境的打压，或者是说可能自己的理念跟唱片公司甚至有时候会是抵触的，或者是说你们好不容易终于尝试新的，可是一开始没有办法被接受，但是呢，大家都要愈行愈勇，因为呢，好的东西其实它经过时间它是可以被证明的。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呢，邀请到那个黄文星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这么多。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愈行愈勇》，那也用这首歌祝福他们，同时也祝福文星这张唱片呢可以专辑大卖，这个是不免俗的祝福啦。但是因为好的东西就希望跟大家分享，非常的推荐大家来支持黄文星的这张《愈行愈勇》的专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梦想是真风霜的起落，不免搁再是一想要回头看，过去放乎袂记，今嘛就开始，目屎含着一起起撇半感情，嘛是会照着一条光明的路。想要回头看，过去放乎袂记，今嘛就开始，目屎含着一起起撇半感情，嘛是会照着一条光明的路。